國的童話系列《大雄爵士開新店》，作者劉清彥，繪者簡庭彥。大雄爵士擁有全森林最大嘅養蜂場，又連開咗3間蜂蜜屋。佢嘅蜂蜜事業蒸蒸日上，原本可以過住無憂無慮嘅生活，但係佢覺得咁樣嘅日子實在太悶啦。每日嘅工作都一樣，應該玩下其他嘢。不過做啲咩好呢？管家，請顧問貓頭鷹博士過嚟。係，大雄爵士。除咗呢件事，你仲有冇其他吩咐啊？廚房啱啱焗好咗一啲批，你要唔要食一件啊？唔要啦，我有重要嘅事要同博士商量，快啲去啦。冇幾耐，貓頭鷹博士就未瞓醒咁嚟到大雄爵士嘅書房。大雄啊，咩事咁急啊？天都未黑晒，我哋唔係夜晚先開會嘅咩？哎呀，真係唔好意思打攪你嘅睡眠，但係呢件事我淨係可以揾你傾啊。你知啦，我嘅蜂蜜事業發展得好好，不過啊，每日都做相同嘅事，實在太無聊啦。你話除咗賣蜂蜜，我仲可以做啲咩呢？你可以做嘅嘢就多咯。你可以睇自己中意嘅書，打打高爾夫球，仲可以環遊世界。我指嘅唔係嗰啲休閒娛樂，而係其他事業。咁啊，咁就要睇下你啲員工有咩才幹啦。如果唔係，你諗咗出嚟，佢哋又做唔到，咁都冇用噶。我點樣先至知道佢哋有咩才幹呢？如果你一場比賽，你覺得點啊？要3間分店嘅店長過嚟，俾一啲蜂蜜佢哋，睇下佢哋能唔能夠變出其他賺錢嘅辦法，去賺更多錢，咁咪得咯。博士就係博士，你真係好犀利啊！就咁決定啦！快啲放我落嚟啦，我仲未講完噶。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你講啦。佢哋比賽期間，你最好去旅行，免得你又忍唔住插手管住晒，俾佢哋自由發揮啦。冇問題。大雄爵士即刻派管家搵嚟3間蜂蜜店嘅店長，佢哋就係兔仔伙計、鼴鼠爺爺同花栗鼠波波。我要去旅行啦，出發前有個任務俾你哋，一陣管家會帶你哋去拎蜂蜜。按照你哋蜂蜜屋嘅規模，數量會唔相同。等我翻嚟之後，我要睇下你哋邊個可以利用呢啲蜂蜜，賺到比呢啲蜂蜜本身嘅價值更多嘅錢。兔仔伙計分到50罐蜂蜜，鼴鼠爺爺20罐，花栗鼠波波10罐。不過佢哋全部都愁眉苦面啊！蜂蜜賣1罐就係1罐，錢都係固定咗，點樣賺到更多錢呢？係啊，呢項任務對我呢個老人家嚟講實在太難啦。我覺得好唔合理啊！雖然係咁，佢哋都係要各自諗辦法去完成呢一項任務。兔仔伙計正喺鋪頭閉翳嘅時候，母雞羅斯婆婆嚟咗。唔該，我要10罐蜂蜜啦！哇，羅斯婆婆，你今日做咩一次過買咁多啊？我嗰100幾個仔女啊、孫仔孫女啊，今日全部都會翻嚟啊！佢哋最中意食我做嘅蜂蜜蛋糕噶啦。蜂蜜蛋糕？有啦！羅斯婆婆，我一直好想做蜂蜜蛋糕噶，你可唔可以教我啊？好啊，好啊，我咁啱需要助手，你就嚟幫手，邊做邊學啦。兔仔伙計好興奮咁閂門，
跟住羅斯婆婆返屋企。兔仔伙計學識咗整蜂蜜蛋糕之後，就拎咗30罐蜂蜜同丘頂農場嘅主人綿羊女士換嚟麵粉、雞蛋、奶油同埋牛奶，準備做蜂蜜蛋糕放喺鋪頭度賣。佢計過啦，如果賣晒所有蜂蜜蛋糕，就能夠賺到100罐蜂蜜嘅錢。鼴鼠爺爺為咗大紅雀士交低嘅任務，苦惱咗2日都瞓唔到覺啊！鼴鼠爺爺，你做咩冇嚟精神嘅？你買蜂蜜翻去都係直接食㗎？梗係唔係，我全部都會攞嚟調製蜂蜜檸檬水。呢樣係我嫲嫲留俾我嘅獨家配方，好飲到不得了㗎。蜂蜜檸檬水啊，有啦！你可以俾個配方我嘛？其實係咁嘅。鼴鼠爺爺將自己苦惱嘅事情全部話俾傑馬知。唔該你啊！如果唔係，我可能會冇咗份工啊！好啦，不過你唔可以透露俾其他人知㗎噃。一定，咁我哋行啦。鼴鼠爺爺拎到蜂蜜檸檬水嘅配方後，就用10罐蜂蜜同種水果嘅長臂猿阿泰換嚟10箱檸檬，準備做蜂蜜檸檬水放喺鋪頭度賣。佢計過啦，如果將呢啲蜂蜜檸檬水全部賣晒，就能夠賺到40罐蜂蜜嘅錢。花栗鼠波波自從將大紅雀士額外俾嘅10罐蜂蜜搬返鋪頭之後，就一隻眼都唔眨咁望住佢哋。蜂蜜1罐10蚊，賣晒呢10罐都係得100蚊，點樣可以變得更多錢呢？唔通要加價？唔得，如果我賣貴咗，大家就會走去其他鋪頭買。咁，喂，波波，做咩發吽哣啊？聽完波波講完大紅雀士指派嘅任務後，小渣渣話：我有個好主意。有咩好主意啊？快啲話俾我聽啦！想將錢變多，只有一個方法，就係去賭馬。小渣渣嘅主意差啲令波波跌咗落地。唔得，大紅雀士最憎賭博，我唔想同狐狸費迪一樣坐監啊！咁我就冇辦法啦。唉，點算好呢？兔仔伙計嘅蜂蜜蛋糕大受歡迎，佢間鋪頭每日都大排長龍，有啲客人甚至門都未開就嚟排隊。佢每日由朝忙到晚，只不過短短3日，所有蜂蜜蛋糕就賣晒，俾佢賺到100罐蜂蜜嘅錢。唔單止咁啊，大家都話食蜂蜜蛋糕一定要配鼴鼠爺爺做嘅蜂蜜檸檬水先至㗎。所以喺森林到處都可以見到居民一手拎住蜂蜜檸檬水，一手拎住蛋糕，邊食邊飲邊傾偈嘅景象。鼴鼠爺爺亦因為咁，好快賣晒佢嘅蜂蜜檸檬水，賺足40罐蜂蜜嘅錢。只有花栗鼠波波每日望實佢嗰10罐蜂蜜，繼續發呆。大紅雀士去完旅行返嚟，馬上召見3位店長。爵士，呢啲係我用你俾嘅50罐蜂蜜做蜂蜜蛋糕，賣咗100罐蜂蜜嘅錢。爵士，呢啲係我用你俾嘅20罐蜂蜜做蜂蜜檸檬水，賣咗40罐蜂蜜嘅錢。太好啦，真不愧係我嘅好員工。你呢？親愛嘅爵士，我知道你對我哋嘅工作表現一向要求嚴格，我完全唔敢怠慢你今次交低嘅任務。只係我諗嚟諗去，一直諗唔到乜嘢好辦法可以用呢啲蜂蜜賺更多錢。有朋友建議我去賭馬，不過你放心，我冇啊。
因為我怕將蜂蜜嘅錢輸清光，而且我都唔想變成同費迪一樣，所以你俾我嘅蜂蜜都喺呢度，一罐都冇少到。好啦，既然係咁，我都做咗決定。兔仔伙計，我會再開一間蜂蜜蛋糕店俾你經營，人工加3倍。鼴鼠爺爺，我都會再開一間蜂蜜檸檬水嘅鋪頭俾你經營，人工同樣加3倍。太好啦，多謝大雄爵士。咁我呢？你啊，聽日開始唔使返工啦。點解啊？我一直都好盡責咁睇住呢間鋪頭，從來冇任何差錯啊！你講得冇錯，你係冇出過差錯，但係你都冇努力求進步喎。我唔需要咁樣嘅員工。點樣啊，大雄？你對新開嘅2間鋪頭滿意嗎？非常滿意。喂，博士啊，再幫我諗諗，跟住落嚟可以玩啲咩啊？